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4個選修單元醫學物理學嘅第一題選擇題。圖示呢，眼睛正觀看遙遠嘅物體，OK，即係一條平行光線啊，代表咗遙遠嘅物體啦。下列邊一個係正確呢？好明顯啊，見到呢一幅圖呢，佢唔能夠喺視網膜上邊產生佢嘅影像啊，佢喺後邊呢個嘅位置產生佢嘅影像喎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呢，我哋係因為個原因係因為乜嘢啊？呢塊嘅佢真實嘅晶體呢，唔夠厚啊，即係唔夠厚，太薄啦。因為呢，如果佢夠厚嘅話呢，佢就會令到嗰啲光線呢能夠快脆啲聚焦喺視網膜上邊。OK，但係因為佢太薄嘅關係呢，佢唔夠厚，所以呢，佢只可以聚焦喺嗰個視網膜。OK 嘅後邊嘅地方形成啦。OK，咁所以好明顯係呢兩個嘅答案，唔係 A 就 C 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有咩計仔可以令到佢矯視呢？帶一塊乜嘢合適嘅矯視透鏡呢？好明顯佢唔夠聚焦啊嘛，唔夠匯聚。OK，佢匯聚嗰度出現咗問題啦。咁我哋咧就帶塊鏡嚟幫佢手，令到佢匯聚快啲匯聚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帶一塊匯聚透鏡俾佢。OK，喺佢未進入隻眼睛之前咧，已經進行咗匯聚先。OK，已經凹入去進行咗匯聚先至透過嗰個嘅匯聚，佢自己眼睛個匯聚咧，就再匯聚一次。OK，令到佢喺視網膜上面產生佢嘅影像，所以答案係 A。呢一年咧揀 A 嘅同學仔咧，總共有63%。好，希望你都能夠揀得中正確嘅答案啦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